致嘅噃。周杰倫喺台北小巨蛋舉行1連3場演唱會，一開場周董就大 show 佢苦練嘅肌肉同埋人魚線，令到全場粉絲嗌破喉嚨啊！周董除咗勁歌熱舞，仲加插舞台劇演出，但係令大家最驚喜嘅就係佢1連3場歌唱都請嚟份量十足嘅嘉賓助陣，嚟一場天王對天后嘅 crossover 演出，令歌迷相當驚喜啊！睇完天王天后對唱，大家應該仲未夠喉啊！尾場周董就請嚟天團5月天擔任嘉賓，今次更加係佢哋首度同台演出，難怪台下嘅 fans 興奮到不得了啊！